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瑞塔玉天。呢行嘅天是才熱復復嘅嗬，應講有到病了皮膚嘅時節，所以一定係咧貴婦客人時常嚟想，我病了呢，我去哪了呢？我根本嘅是介紹當站嘅一家，應講消暑嘅良方本大家，是邀請大家共下來欣賞音樂嘅，欣賞音樂到哪會去呢？嚟到南州，呢一笪會有一家下客音樂節，帶嚟大家共下來參與哦。因為嚟到節目當中咧，兩屆台裏邊是 Rita 好朋友，韓國呢記得係非常優秀嘅創作歌手、創作樂壇，你細細啦朋友阿文哥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顏志文。韓國維儀。大家好，我係陳維儀。係。兩屆我係好朋友嚟到節目當中，一定愛提講，你咧下客音樂節真經非常嘅精彩。點解開始嘅時候？兩屆除了優秀的創作歌手，還有樂團，來介紹一下。好，我們互相介紹。好啊。我來介紹，佢係三九台後生樂團的創辦人叫做顏志文先生。哎呦，佢係我嘅先生啊。係啦，我家講喺佢阿文講排泄係冇？阿文講，唔看阿文講曬到暗烏，出去衝浪 ，Rita 咩要去啦嗬？出錢要發力安尼嗬？阿文講揾人來介紹好生意。我隔壁嘅細阿哥嘅嗬，係強調合唱團嘅靈魂人物啦嗬，仲有老太嗬，兩沙組成嘅後生嘅真優秀嘅新生態。哇，兩屆按音互相介紹呢，就有一種英雄惜英雄的感覺。Rita 呢，根本呢，除了係主持人以外呢，我咪係樂團嘅一份子，我咪咧係咧下課音樂節其中非常重要嘅表演者，係冇？係啊，所以人最重要啊，因為有主持一集，還有大家可能唔了解，就講其實 Rita 係一下，我哋也是發通嘅一個主辦單位推翻客家新音樂創作協會理事長，哇，最大嘅呢！哎呦，係唔係理事長才係當緊張啊！不過呢，線上係秘書長，本來佢係理事長啊嗬。你還是你互相還係挺熟啦。當然你也是係大家嘅協會嘛。了解啦，下音樂節是係為到本慳係多人接觸，當優秀嘅。當讚美客家音樂、客家歌手，所以喺你繼續來排，今年係第5年咧。企劃哈，韓國貴州發通哈，這個開創這個活動的靈魂人物是阿文哥，很給好好同大家介紹，為什麼要有這個下客音樂節？一個協會哦成立之後，就喺2012年開始辦理嘅叫客家音樂節哈。其中就講有停係1年咯，但係多見咧已經辦理5屆咧頭先4屆咧攏喺台北市還有就新北市也兩隻所在，但是也拜因為一方面配合我哋啊嘅最近也2年來台三線嘅客家莊咧一個浪漫態度嘅計劃啦嗬，所以講向我哋配合因為尤其啊暑假期間嗬，呢度後生人還有嘅爸爸媽媽帶動細路嘅嗬，攏會出去台三線行了嗬，所以我哋先喺一個南莊一隻所在嗬，第一擺嗬，離開台北地方嗬，基本上咧上去同合法嘅觀眾朋友嚟見面啦嗬，就講南莊可能台灣全省最國外嘅一個人客攏會去未了嗬，所以講我哋也是拍咗第一隻所在。係，第二位愛先掌聲鼓勵下，用班人呢，今年第一擺嗬，攞了貴州音樂節曬到南莊去嗬，最近嘅天氣我跟你講，午後雷陣雨都是必然的。不過呢，2禮拜前，2禮拜6是係今年15號，我到去拍嘅時間又幾幸運啲嘛，完全冇落水，天氣非常好，韓國大家都享受。我喺啲咧，我喺咧 Facebook 度看到有人翕相，希望我哋哦。結果我嘅旁邊嘅朋友就講你唔係 Rita 咩？所以可見當人哋嘅關心。啲咧你講2012年嗬，第1屆嘅盤理嗬，魏如是有參加。
当初你是很会，你真的看到了发图，你就主动就说，我没有来参加，什么？当初就是刚好那时候开始创作客家音乐，然后又刚好是台北长大的，然后办在客家主题公园。哦，然后那时候我跟弟弟就一起参加这个第1届的比赛，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严老师说将所有的音乐创作者就是为主体，就像现在都没有改变。这也感动到我就一直参加。对。哎，唐公严老师有对你说一些话，让你觉得说更要继续加油，嘿吗？我给发。平常就讲要创要写手要讲。哦。因为我黑爸冇讲安好。細細啲特別睇，冇買幾飛講係啊。冇環境吧。環境，我唔記得我講過呀，就不經意的老師的句話，就是會帶給我們後輩很好的一個動力。哦，係，其實例如講到嗬，你係後生嘅，因為環境嘅關係，就長期嘅專輯。愛爸講開了，愛妹講事業，兩種強調嚇。上世紀有因為環境還冇講，所以我講嘅時節開了事業，還會分清楚，還有機會講，還冇簡單。不過你係要懂得好，懂什麼？講開了。愛爸心中人愛講開了，愛妹美農人，愛妹要講事業，係啊。所以愛老咁強用誒，愛爸講開了，愛妹講事業。我講愛唱誰有時想講，所以鼓勵你繼續。下課音樂節表演，繼續寫客家歌，係嗎？這一次因為也參與到協會的很多活動的一些機會，所以像我們就做了宣傳，然後我覺得蠻棒的。我覺得需要用我們的資源來整合，讓大家可以有新的感覺，然後更多人可以進來聽這個下課音樂節。係，呢一排咪當賽道南眾哦，韓國頭擺安利下課音樂節係一場，呢一排安利挑戰有6場哈，有6場，為什麼敢挑戰6場呢？韓國6場呢，其實呢一排動題是我們是用一個無酬的概念去做這次的演唱會，無論安利有幾多嘅經費，安利是傾全力來做。係啊，其實協會做一個客家音樂節哦，最主要係本客家創作歌手吼，就講有一個清純的一個舞台吼，往往安尼客家發通哦，就音樂節啦，還有乜個文化節吼，客家歌手的表演雖然講有一個舞台啊，熱鬧動多哦，不過如果一個焦點唔係喺音樂嘅部分哦，所以安尼長期以來因為講。一將客家音樂本每個人好多嘅認識吼，一天一本佢一個好好嘅表演嘅機會吼，所以包括一個舞台，還有一個音響吼，還有就講我哋 TRV 呢冇其他東西吼，冇買書冇買料，就嚟好好嚟彈音樂吼，所以按多年來就講我哋數到千多客家創作團體嘅支持啦，像例如啊呢按後生吼佢參幾個月都感覺到哦。亞種嘅發動實在易難得吼，就講音樂人投入創作音樂，第一個事情哦，其實係最希望講好好嚟表達自家嘅歌嘅。觀眾有個真好嘅環境，一環境冇聽講佢聽到真豪華嘅素材啦吼，就講佢可以安靜恬靜下來，可以聽一個歌手嚟唱歌嘅，嚟欣賞一個歌手嘅表演咯。也互相之間吼，啲都冇乜嘅其他嘅東西，有到最好嘅場合吼，所以講我哋客家音樂節吼，可以繼續辦，也係因為大家有安尼認識吼，所以我哋頭到你睇講，我哋一擺吼，其實冇乜嘅資源吼。當然我哋第一個發動出來嘅時間吼，嘛不盡量爭取吼，包括講觀眾朋友吼，你講認同我哋一個時間吼，你咪可以。用各種嘅方式嚟支持我哋吼，最好方式講，找到親戚
朋友了，吼，到现场了，同我哋客家故事鼓励，也是最好嘅。耶，真紧呢，好音乐系同大家分享吼，一连串当精彩内容吼，韩国到底做乜嘅愛按用心？應講有人講按辛苦，唔過當特地同大家來介紹呢，你聊一下定下技術轉到你嘅節目當中，同下來分享哦。共年嘅時間係萬代幾百年 ，Hello Hello， 老大家風風浪浪，萬代獨當嘅動，放棄嘅歌。耶，冬快樂嗬！歡迎大家進入福氣來嚟，今日嘅 Rita 介紹下下音樂節本大家來認識。喺節目當中嘅來賓係我嘅阿文哥，我係 MC 哦，新教台後生樂團嘅創辦人阿文哥，嗱強調合唱團嘅靈魂人物陳維基，歡迎佢哋。大家好。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家看到協會做嘅座上課嗬，請發牌嗬。當好看錯嘛，俾人睇下掃描嗬去請座上課，也請協會台灣客家新音樂創作協會有請到嘅客家音樂、客家歌曲嘅分享哦。老師家下看到呢樣片，有冇有覺得很有感觸？係啊，其實咯，我哋當初開始協業座上課時陣，老實講，唔啲可以做幾多攝啦嗬，係咪可以只是一舊啦，因為。從頭到尾吼，就我哋兩啥沒出來啊！我主持，然後老師是劉洋。係啊，嗰時候就講完全係當課難嘅方式吼，我哋就將一東西呈現出來。啊，最重要如講，因為我哋認為講，作為一隻嘅客家音樂嘅平台吼，一個協會，唔但係講辦演唱會吼，一擺結束嘅就冇得啦。所以我哋想講延續一下，因為大家用名錄嘅習慣吼，無論後生朋友，還有講有年紀人，大家攏係名上吼，所以佢所講名錄應該好好利用吼，所以我哋爭有我哋想法吼。雖然講協會人數當少，不過就講我哋盡量用時間吼，我哋基本上一下因為器材啊，伊簡單我哋用一個 DV 吼都可以翕到當清楚嘅一個畫質嘅東西吼。所以陸陸續續，我哋看得到就講幾廿年了，頭先我哋看到會如何？因為當場啊寫下歌嘅時，或者讀書嘅時就都有留下嚟一個印象。其實我哋一個部分效果當好，因為我以上讀到朋友講，我有時間對上一年是馬啥嘅時間，我去上去啲名章看咯。老實講嚟就講，以客家規則嘅。一個客家嘅社群地位啊，吼，真是講有個較有內容、較有內容嘅網絡平台其實當少啦，包括講客家嘅，就講雖然東西當多，但是因為聽多東西，所以電腦個散。我哋也因為涉眾一啲音樂，尤其是創作音樂、創作歌手哦，所以對外界嚟講，變成一個東方片。包括講有中國大陸啦，全世界，伊當然會上我哋名，看內容。係錯，因為 Rita 咧為美事上會接到，無論係香港、新加坡，也有美國嘅朋友，因為人哋研究客家，也對客家嘅流行音樂、創作音樂有興趣，為了協會聯絡。而且協會呢，因為度行啊有
厉害的历史中，我觉得协会从当初草创时期一直到现在，没改变的是该种动诞生的心，就是只是想要做音乐，然后做好的音乐，有好的舞台，提供本歌手。当时连接到你今日介绍了下课音乐节，其实做埋很多技术盘下去，韩国今年连啥3张年，6张年有2场，是连啥有6场的音乐会。韩国礼拜下提出的是本台家来写企划嘛，吼。像稍早开始是有青鸟合唱团，有伟如啦，本几一家来讲，礼拜几一家演出，底下规划当有哪个想法？有什么新的想法？希望带给大家什么？其实，从刚才老师讲的协会这个角色，想分享一下，因为为什么会有民间协会，就是因为他想要补足政府与企业之间，让人民可以更快速的。找到一个很好的听客家音乐的平台，我觉得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。那也因为这样，我们在这个场合创造了很多的新的客家的新生代。那我自己也我自己也是新生代出来的。那我就觉得，在老师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表演，可以去思考想要加入什么元素、乐器，或者是自己已经可以更回归到说，我到底要怎么创作，怎么去思考。以前我创作，我就说，因为有比赛，因为有奖金，但是我又听了老师讲一次话，他就说，不要为了这个创，你要真正为了自己的想法而创。阿文讲你最近懂中业哇，你讲翻我哋好上瘾都有糖哦。对，那。接下来就可能这一次下课音乐节的歌曲有2、3首都是新的，都是为了自己而创，都是自己的故事，所以我觉得很棒的协会，很棒的活动，一定可以招来更多的群众或者是喜欢的人。对，要办呢，为如咩参与青岛吼，无论係宣傳啊、設計部分，佢突然佢嘅團隊，佢家講法你知道冇？當初一個學者，但係一個乜嘅行銷媒體嘅公關嘅講法，叫上到青島，我想，你客家嘅音樂有大家嘅天數吼，無論係音樂人會創作、會講、會唱，韓國大家會思考到，嚟到嘅音樂都嚟講乜嘅話，講乜嘅故事吼。既然例如講，佢一下寫歌曲有即個生發嘅靈感，你出來談佢最新嘅創作。唔但唱學客家話，也開始講廣東話呢，很強哦。韓國也身邊有一個親好嘅朋友陪定佢本佢有力量，嚇，也朋友嘟嘟好喺寫模嘅，也是歌曲就很多講廣東話嘅朋友嚟聽唱好冇？好，耶！你好，你好嗎？暗自寫，該愛中意你，我中意你，愛上你，好好掛住你。手搞到廣東話嘅你朋友，你好，你好嗎？將該太無助，你講該把愛要變得心關度，愛中意你。做得永遠牽你的手。耶！很甜的咯，親密嘅，永遠牽你的手。你家創嘅時間係想你朋友哈，聽出懂愛你。因為你就老開始學野花啊，什麼，還下歌曲送文。哎，這個是老師，這個是最不變的，這個是
把妹高招，从无？弹吉他也讲写歌曲。系啊，其实围炉的歌嘅吼，从开头艺手动演示吼，因为具体摆拿到比赛冠军吼，喺屏东嘛吼，屏东去写乐队嘛吼，也多我同我评审啦。不过也时间我还唔设计吼，所以这个没有冇乜嘅关系。我嘅意思是讲，围炉青岛歌我都懂熟，但是亚条歌我知道就讲围炉对那个歌嘅进化同夹。冇啦，係啊，也歌懂冇簡單嘅。哎呦，但係審翻嘅感覺，就是對生活。所以要談一批冇俾到比賽，為到是啊，安尼就講出來咧。反正靈感就從生活當中，新聞路上嘅講嘅話，你就做得攞去寫出來。當然講哇，原來寫歌曲有咁簡單咩？其實唔係真困難，唔過做好嘅音樂嗬，色彩會發生起來咯。就像我哋搭上嘅做嘅咁樣嗬。等下轉來呢，我哋楊老師咪唱歌本睇下睇好冇？好，等下轉來繼續做到福氣來了。你嘅笑容像春天嘅花，你嘅笑容像一片嘅風，你嘅笑容像秋天嘅花，你嘅笑容像紅天嘅天，你嘅笑容像藍藍嘅天，你嘅笑容像天邊嘅大雨，你嘅笑容像炎炎嘅山，你嘅笑容像長長嘅草原，你嘅笑容像好天氣，帶伴你好心情。你嘅笑容像長長嘅風雨，健康嘅歡喜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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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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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耶，好聽！咩啊？大家做到福氣來咧，哇！今日樣堂音樂係咩時候冇過年動人啦，所以呢，就請大家來到學校音樂節啦。要不然拜託我，其實講講起來嗬，練啥錄唱哦，拍起來實在冇咁簡單哦。第一位真緊會當感謝阿文哥，因為阿文哥講嘅話，我哋真緊全部要彈，圍爐要彈，Rita 咪要彈。香港青島嘅咧後生入行嘅嗬，其實係聽靚嘅都有腳譜，因為1997年老師呢創立咗三角台。後來讓cha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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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喊下都已經搞音樂，對不對？你真的是桃李滿天下哎。毛圖啊，做現場做久嘅出啊，某個事情想去搞你嘛。不過我因為講客家音樂吼，就講一聽到客家腔下來吼，將客家嘅精神還有個能力寫拍好來吼，真有可能真是講傳遍全世界啦吼。因為我哋了解講，像一般嘅所謂嘅主流音樂也好，有個商業音樂也好，因為背後有很多嘅錢、很多嘅資源可以運用。但是客家體育嘅部分較少。唔過我哋清了解，如果客家音樂吼，基本上無論講彈嘅人也好，我哋寫歌嘅人，我哋寫出來嘅內容嚟講吼，就音樂嘅部分其實不輸呀嘅其他嘅語言嘅歌嘅吼。所以講。
做嘛去讲客家故事哦，大家拢有精神哦，就差不多钱，但还要继续打拼哦。就因为大家亲有痴心，还有讲对俺哋这个母女的一种的感情哦，所以个感情呢，叫个通力相当的大啦吼。所以俺哋一个协会也系讲希望讲集中大家嘅能量吼，可以将一个力量发挥到最大吼。所以一摆个发通基本上唔要靠钱，也唔要靠乜嘅其他嘅真实嘅影响力，完全唔係完全係來自我哋創作故事，發自一個內心嘅熱情吼，還有講我哋投入客家嗰個創作嘅一個精神吼來促成嘅啦吼。係，剛才先生講吼，佢講做線上是可能是慣嘅教大家，不過老師用嘅方式吼是係當平易近人嘅方式，也係講因為講。唠叨嘛，其實話做俾你看。是有人問我講 Rita， 你都咁做吼，但強看3個台老3個台後上，也係講你盤了音樂節。他說你們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傳承誒。我是都講真正係安樣嘅，所以我哋會繼續打拼哦。講到禮拜發通呢，真正會感謝非常多人。好，我也先感謝嚴老師啦，我咪感謝偉如啦，真的是跳出來，我們年輕人一起做事。係冇？安永英還好高，喊到好高，錯冇？更有感覺，你自己在辦活動，你會更有感覺說，哇，原來這個活動是多麼的不容易，多麼的辛苦。對，其實也是吼，偉如老師講啊，本來是個真感動，因為很多年來吼，像我哋過去盼很多嘅發通吼，其實就我同Rita啦，當我哋自家3個台樂團入邊團員吼，一天要跳落嚟聽書哦，但是講起來就講。其他樂團就講，因為大家也懂無限，大家也唔知着力點喺哪邊啦吼，也我哋自家也冇講下其他個法的想法吼，但是也是我哋啲也是發動嘅開始嘅時間，就超大家嘅開會，偉如吼就主動提出佢青島嘅想法喎，所以我因為也點都真不簡單，就講後生人，尤其因為也係網絡時代吼。雖然講我哋也知曉得用網絡網做，不過我哋思維老實講，就講還係有落差。但是偉如吼，伊也好拄好當時，吼當一個時節吼，對一個東西最熟悉嘅一個時代吼。偉如想，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嘛，我講也是參與人自家嘅想法，係就講用嘅想法嚟聽書也是發通安尼。因為我看到一本書。這本書叫《在地創生》，然後，以前因為我自己也開音樂工作室，當然是以經營一個公司的狀況去盈利。可是那本書給我一個很重要的念頭，在於做一件事情或一個跟文化、跟在地有關的事情，100個人裡面有1%的人，那能夠推動，能夠堅持。那個事情就可以成功。我們就是那1%，就是我們要去當那樣的人。那個東西，那個意念，然後這個東西會繼續下去。就是當然這件事不容易，大家都有自己生活的壓力，然後有自己的目的想要去追求，也有小孩要帶。那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。因為這件事，這個宗旨去一起營造，一起合作，我就想說，我這個事情我一定要來做，我一定要來幫，所以，其實我的世代也慢慢的往後走了。我的工作室有一些年輕的，不管實習生或者是員工，他們給我很大的面向，在這一次的協會的活動幫助很多。這樣我才能善於運用現代的科技，來讓大家更知道這個協會這個客家的新音樂。係啊，講到也吼，其實非常多愛感謝嘅話啦。我哋也真嘅特別感謝吼，一路吼皮蛋山教台韓國協會吼，當初也咪係今年得到金曲獎嘅錄音師哦，杜明國、孫天志老師哦，佢吼得出非常多嘅想法，佢講。唔怕，我就算冇拿錢，我咪來聽書。好，佢本身呢參與非常多優秀音樂嘅製作，佢說佢當希望按好嘅音樂伴很多人看到嗬，你也真係感謝。韓國我哋嘅電光音響嗬，
佮头家出客家人，佢即家出客家人，佢讲吼，让爱客家的发通，吼，我就来听书，真嘅呢，每一次都是应该说不计酬劳。好，佢就全力来听书，就是种子国际有限公司哈，非常非常感谢你的。我讲我相信音乐也係個事業做得推動成功，下邊嘅事務做得推動出來，要大家聽書。假如為如咩講咩，一下新嘅時代，無論用乜嘅方法，只要肯做，我們就是那1%就可以成功，是冇？我最近嘅發通呢，我哋咩當同大家分享，韓國送東西問大家，就是歡迎大家上網搜尋台灣客家新音樂創作協會。係，我哋會送乜嘅？我哋要送 CD， 我哋過去哦有出版過一種合集吼，有個合集就講10種，應該有93種創作嘅係創作歌手吼，有那個優秀的作品吼，也基本上也係非賣品啦。唔過因為我哋存冇多，所以變成講我們打算把它珍藏的作品，但是我哋也在發通吼，希望大家來共下來聽書吼，共下來參與，所以我哋。用一個方式哈，同大家分享啊。送一個合集，很多客家歌冇咁簡單，客家歌沒這麼簡單。不用大家上台灣客家新音樂創作協會，給檔後有一個抽獎留言的活動，就到明天晚上截止哦，哈。嗰時候大家做得留言，去下課音樂節聽客家文化啦，耶！懂熱血，韓國睇個3位朋友就有機會，你會抽獎，收到一個客家歌沒那麼簡單嘅合集。哈，而像清明呢，也有請大家再次來看你嘅場次哈。最近非常多嘅韓國有5場哈，各場都有青島嘅，有大邦尼啦，有蘿莉控啦，有三個太後生啦，韓國強調合唱團，韓國人要不要有講二胡錯嗎？對啊，叫暴走兄弟，他們就是算是最典型，從這裡開始新進來的樂團，對啊，所以真的給大家年輕的樂團有機會，有青島嘅刺激哈，還有二本貓啦，好，嗰首還有黃子軒啦，所以有動到好音樂同大家分享哈，請大家繼續記親愛的哦。最尾呢，我想請2位用簡單的一句話來形容這一次的哈哈音樂節。係啊，一天到晚當演員吼，都南中又有水又有山又有好音樂，分享大家。哇！大家來南中，大家來衝過。準備話嗌哦，大家來談客家音樂，大家唱下來向，大家唱下來向笑。好啦，好音樂同大家分享啦。今日非常感謝2位，今年呢2017下課音樂節。7月到9月，大張也有2場。今年有的時間，我們可以個別跟大家講。7月29的話有聖代，然後青鳥合唱團，還有羅國禮老師的真相樂團。還有8月12。有大蹦兒、蘿莉控、三腳太後生，8月26有聖代、陳偉如老暴走兄弟，9月9號有愛卡樂、有蘿莉控、有黃偉傑。清明9月23號，看冇空喲。以往呢都是下午3點到6點，清明場9月23是下午5點到8點哦。有二本貓，有黃子軒，有強鳥合唱團，分享大家聽下來哦。感謝2位，什麼？謝謝。希望大家嘅收看，等下聽你先生來做運動了，再來了。